基隆市长的选战。民进党是来指控着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谢国良，讲伊所成立的金星公司涉嫌洗钱，讲金星公司的资本也只有700万，他讨有1亿会当借互人咧。这谢国良是来回应讲，伊毋拿金星一间，还阁有另外2间的公司联合借钱互人。也毋过谢国良是甲这2间的公司名甲画乌甲抹掉。民进党是过来公布着这2间的公司名，讲借钱的人甲行情的对象无共款，甚至阁有300万流入去谢国良的口座，讲毋若牵涉到洗钱，甚至有挖空的嫌疑。谢国良是来回应讲，伊的公司是境外公司，这个300万是人借钱的利息。伊阁来讲，对手真弱，无勇气去法院甲告。谢家1亿利滚利，基隆市民冒金星。对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的金车国际等3间公司借钱，予德信证券前董事长林冠碧，民进党立委和市议员继续提出质疑。如果有借款的事实，那就必然有水单；如果没有单据、没有水单，这很可能就是洗钱了。一家金星公司变成3家公司，谢国良到底还有？多少隐藏起来的公司哦？还有多少一来一去？资本额干那700万的金车公司，是安怎当借320万美金，台新台票1亿？谢国良讲是甲其他2间境外公司做伙借的，红尾调的公司名嘛，互连赢压了。第一家是叫做开曼易都，那第2家呢叫做工程兴业，负责人是谁？叫做林曼丽，谢国良的妈妈。他的还款对象是金星公司的负责人谢国良，结果呢，借款的是 B 公司、C 公司，怎么会是借款人跟还款人是不一样呢？面对连赢出招，谢国良嘛亲身回应：负责人不是我，是境外公司，利息是300万，是没有错的，对，但是都是按照公司借款的比率。对手他一直用讲的，我不敢去法院，就跟论文一样，没有胆识，也没有胆量。让我觉得很弱。谢国良嘛强调，3天内会针对不实的指控提告。离球下面大选剩较无60天，基隆市长的选情真激烈，那你拢有无法度输的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